了球杯吗？我们 SOP 还是走一下。来呀！不鸡啊不鸡，哎要讲差。你刚才不是说他自己冲，结果他就忍不住。对，因为现在孵蛋的方式很多嘛，不一定要自己孵嘛。老公也可以孵啊。你有啥对您这都结婚去救呀？从单身到种草莓。哎，你好会讲哦。你给我讲到你金酒吧？有，单身酒。对，他会难过的。他的女儿可是非常重量级。对啊，今天你会那么帅。你要讲出来，来，下一次，预备起。今天你会跟早上来的时候不一样。对，你见到我第二啊，怎么会有男明星这么帅？请回归料理的内容。8万。公头做出一条形。大家墨镜準備好咧。连买嘢啦。哎，講好嘅眼附啲帥嘅部分咧。好啦，帥的部分都亮。你什麼意思？好啦，沒有啊。因為重點咩係墨鏡啊？因為是太閃了。真停哦，而且你們有備而來，記得戴墨鏡。嘿咯，哎，你道具我想要跳一下。好像哦。你是體重為了今天有備而來。我剛剛上。因為唐公今天兩組哦，都係兩公婆啦，都是夫妻檔。唐公一組哦，非常厲害嘅百大青龍代表。哎呦，我倆嘴爛嘴哦，一家子嘅老朋友，佢哋係模範夫妻哦。冇錯，嗰首兩組呢，其實都係用愛嚟做料理嘅。先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分享到嘅係阿森之師傅。我朋友太剛好。阿吉師傅好。找過來翻係江南 style 戴范成戴師傅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冠軍。哎，你剛剛那個，再一次。帥。最近有拍到。接下來你嚟分享到你鳳吹，也給你做百大青龍張杰威以及葉芷雲，歡迎。八片倆嘴吼，係來自慶祝世界兩公婆，佢哋係一家之主嘅老朋友，大聲喊出吳壽生、孫秀蓮。哎，姐妹們來做成果，遇見，我少不了要變，要拉回來，有見面的呢，第300見面，嘿喏，這次勢在必行哦。來看一下諷刺一下導畢業，兩位呢是芷雲是百大青龍，本來都考經驗上班，兩下專門都係中亞嘅對身體同好嘅單身，係冇？係，好，單身。單身，你不要哭哦，不准哭哦，堅強。你覺得我那麼笨？女明星堅強。我那麼笨嗎？單身。哦，幫我下一個 single。出場。好啦，因為倆故事係有冇係動感同的啦。怎麼可以轉彎跑道啊？去研究單身。啊，因為那個時候我單身。沒有，我笑得有太滿了。就是我們在科技業，然後待了一段時間，然後後來發現我們的工作是責任制的，然後一整個24小時都要 on call，然後造成身體的循環啊、代謝都不好，然後有視覺神經失調這樣子，然後後來就是回到故鄉去，然後從農這一塊。跟因為認識的嘞，同行嗎？上班啊，公司啊。我覺得都公司時間認識的。但是後來芷雲係轉走去百大青龍去後，那杰威呢？我一邊上班，2年就退出。現在就是現在全職。哇，其實單身真嘅係嘅當好嘅色彩，可能一般人色彩啦，因為可能當少年啲，等下呢做嘅高類，然後睇下手機。我聽說因為單身，你從按鈕胸片可能來睇呢，它很像什麼？很像血管。所以人家說它很顧血管，對不對？是，然後我們又是栽種有機的，所以怎麼吃它都沒有副作用。真嘅，所以講很有料理，我偷偷問一下，給沒有給邊拿這個做料理嗎？有，太好了，等下就好好認識一下。所以我們這邊呢，絕對是符合一家之主參賽資格，比廚藝的，因為你們那邊是比演藝嘛，對不對？也不一定，對，不一定，因為非常用線啊，很養生。你剛剛講到一個今天的節目亮點，對嘞，我們這邊是演藝組，聽說他們今天有帶來一個加分題，嘿咯。療力自謙，先帶咗一隻表演，對不對？表演，好無結構哈，大家也懂啊，也聽過啦。好，唐坤啊，你今每日做得到大家分享哦。一起做上朋友，注意哈，來，啊，唱一首《太普調》好。山那歌唔唱那。
口话唔哪里开哟，太阳路嘅唔行一度，上流太里都难哟。啊，然后咧，佢唱落去，兩位老師係没有，小弟阿姐都嘴妹还要去合韵呢琴瑟和鸣。对啊，这边篇幅真的是过长了。等一下也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形。对啊，你就没有抓好 tempo， 你的问题。唔怕。对，因为等一下一定要搞悠闲时间哦，可能这个比重部分也会偏重一点。可是俺很要够，这个节目叫做一家子做老葱狗，驻川电视 OK， 我们还没有跟猫捏大擂台做联名，好不好？还没联名成功，所以呢，抢台去噶。等一下呢，都要正式开始驻川之前，先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。向前变困难。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凉脆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我來挑戰之前，看我們百寶箱又拿出來，都帶地圖馬街，我要講馬街咧。如果考驗大家嘅基本功嘅吼，主菜我考驗大家就係倒講，第一回合就係倒講，第二回合就係問天圖。好，聽到這個基本功的部分哦，梁祝總在排出一下適合的代表。來，第一棒請就位。好，結尾我們科技新貴，來，百大青龍之一，來你在那邊，你在這裡。好，結尾要帶來哪一首歌？倒講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打開來之後，我哋來公布一下用班來搞咯。好，3、2、1，請開蓋。哦，好，來，看到個挑戰哦，要乜嘅？百葉豆腐。等一下，只有30秒嘅時間限制，兩組會切個百葉豆腐，切到最多片嘅脆，是做得到2分，特別讓你。但是有一個小地方要注意哦，我們要這樣子切，按照總得往等切，好，而且切按這樣切，一定是這樣切比較多片。對，越薄就代表越多片，哦，如果有水苔啊，或者是懶苔啊，我們師傅就專業的評判，好不好？沒問題的啦，沒問題的哦。老公刀工很好吧？很好，對啊，非常好。沒問題。你要不要問問看這邊的老婆？哇，你覺得老公唱歌怎麼樣？你給我靠，我給你看，我是有實力的。他給你靠，他給你看看我有沒有做，在平常有沒有做家事，看了就知道。壽生哥，你講得很滿哦。好，繼續搶開始。開始了。來，聲優，昨天賴口那下，它比較不會碎掉，用拉的。你再薄一點。目前看起來太厚了。那有30秒。他們家也有太後啊。因為只有30秒哈。單身公，但我們這邊家裡有太後，我們家裡有皇太后在這裡。哦，40秒鐘。8、目前都是我。等一下，我們已經贏了。3、昨天切。好，球停下來。哎，來師傅。你們最後面那一塊不算一片吧？那算一塊吧？這是一塊，那麼大塊。10、你在擺生魚片哦。10，鯊魚煙。8、9、13、14、15、16、16，哦，兩不是，如果最後一塊算的話，那這個也算15。你那麼大塊，我就這麼薄，我最後一道我切2半，你。我先聽一下他們的成績，16，我們就算加這一倍也是15，讓我們加好不好？好，總算。好啦，你摸算。好，咱嘴係幾多片15。好啦，好，那怎麼？風錘得到係幾多片？16。好，16片，代表講風錘兩隻回合讓你得到1分，看一下第2回合了。3號嚟呢一關，昆東作蛋糕有2個，要我嚟比賽呢一關呢？係啊，頭擺就看過吼，就係比賽看盲人嚟切得合創掉。雖然強弱係多講哦，唔好兩關主要考驗係問天圖。好，因為你切斷開了是結束的，我們最後比的係創圖，盲人下創，好不好？應該沒問題吧？子雲這個笑容 OK 了哈，切得比較短的那個要把蘋果吃完哦。哦，大家準備好咧，我們秀蓮姐已經過嚟問問題啦。冇問題啊，好。
两下觉得款下来做下冲了，比赛抢开始。往这边烧。哎呦，两三烟度系用刀哦，稳稳的哈，很好。冇用抛刀呢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，抛刀跟刀子，你还会用哪一种？牙齿吧。那一下就断了，好不好？很好。哎呦，你骗了哦！太薄了。最重要就是转圈的时候，最开始这样。而且尽量不要让它太弯，它会比较长。我跟你讲，太薄太厚都容易断，但是你不要切那么粗，莫按粗哦，要切哈油。要去哪？哦，越薄。你这样会遇到，你会终点了啦。遇到是往下走啊。去遇到结威了。你苹果是不是都是结威削给你吃？嗯，越细。他们没有在削皮啊。他都没有在想啊，对，比较营养。对，摩西店的痕迹。往下。哎，我们变长了，我给一个建议，就是等一下要泡盐水，不用那么圆，圆会长不会扁腹。往下切，往下。慢慢用，慢慢用。再细，可以再细一点点吗？可以。有机会吗？这个会不会太大？太厚了。点了。哎，杰威哥，你豆腐卡等紫云切水果，会不会等到肚脐一样？他们家都吃皮，你感觉你就是要往下走。那你左眼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切多长？没事。你不要，你要讲话呢，行业团队嘞，做对对吧？不用练手嘞，完全团队的吗？没有时间压力，慢慢切。没有时间压力。太嘞，这是不是龟兔赛跑的故事？是不夯的球杯吗？我们 SOP 还是走一下。波鸡，哎呀长长。你刚才不是说让他自己冲，结果他就忍不住。对，因为现在孵蛋的方式很多嘛，不一定要自己孵嘛。哦，对，因为老公也可以孵啊。没有时间压力，慢慢切。没有时间压力。太嘞，这是不是龟兔赛跑的故事？但是你要动不要急，慢慢的。好。哦，又起头吗？有拍到吗？哎，我们开出了一个幸运数字9，那个是6。哦，哎，是不夯的球杯吗？我们 SOP 还是走一下。疏忽，进款。赖布抬价款，抬价真谛。赖布抬价款。拉蛋。哇！那您捆得出来了啊！他刚才子瑜还问我说，我们是不是要1比1，大家互相一下？那你也是蛮聪明的你多心的。哦，哎用款起来啊，非常的清楚，就会到了解只配合咱嘴让你得到1分。哦，嗰時我哋係比他們係1比1哈。第一個挑戰過後，大家應該已經暖機開機了哈。今日就可以哈，安尼小戴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老太切嘅分享呢。主廚素魯菜。今日呢，安尼小戴師傅帶來料理，通過咩係十分嘅澎湃，咩係 TPB 安尼安排嘅，菜名係乜嘅？钵雞，你還見過我用蟲的吧？钵雞，钵雞這樣嗎？動機就厲害了。新的人嗎？有聽過吧？我沒有哎。其實你那個音不對，是钵雞啊，钵雞，哎要長長。類似。所以今天是帶來歌唱表演。你剛才不是說讓他自己唱，結果他就忍不住。對，就是諧音呐，用該剝皮辣椒，還有那個類似缽的造型的。你說和尚的缽嗎？類似缽。那個拿去化緣才。還乾油，蓋皮，用嗎？辣椒，還有個筍條，這是辣豆瓣，這花雕酒。花雕酒。OK。然後該筍。好。我們離下先倒去濕一下，稍微去一下血水。你剛才講缽雞的時間，還起到講過有蘿蔔嘞，毛蘿蔔、剝皮辣椒。好，所以你要吐出會辣咯。一點點。啊，正式的缽雞係日頭料理嗎？嘿，其實該台料該表示他們是用該醬汁，辣的醬汁。哦，也是一道辣的。對。有沒有現場乜啥東好食辣的嗎？
辣妹。辣妹，子瑜辣妹，我刚才才知道她是单身公主，她是草莓王子。草莓王子，对啊，你可以叫她草莓哥哥、单身姐姐。是单身姐姐。是为什么？你给懂不懂吃婆哎？哦，因為佢專來種電石，啱係進來開始種吃婆嘅，都在地中，都討厭，懂啦。好，那你蓋皮稍微讓它過一下血水哈。好，來種嗎？我說介因為師姐有整啲水滾係嗎？嘿，辣椒。這道菜係哪裡的名菜嗎？也不算，就是也算一個創意料理啦。不過你日博哥哦，這幾年都中國台流改片，就各地都有這種钵钵雞。哦，真的哦，就是這道菜名就是這樣。不過詞窮讓你的做法就都有摸胸橋，完全冇強咗。他們不是用剝皮辣椒。蒜苗抓到特別注意，抓細細節，抓地尾圖有土，哈。哦，要洗乾淨一點。掐掐。師傅說真的，你們切蘋果也可以蘋果皮不要斷嗎？我們現場來，要不要？你們兩個 PK。我們蘋果沒了。都玩是比較快。安布啊切的，新一點的時間。哎呦，阿勇我看到上一輩子的自己。哦，真的哦。是不是有阿勇嘅傳說？我回去試試看。好，不用點油，地尾圖。還有喊孔明出來給各位種改哈。孔明出來哈，等下不知道是要煮湯的還是要煮乾的？感覺會是用燒的，對不對？瘦身哥要學好哦，回去要做本秀蓮姐吃。黑了。看到啊。對啊。太后發話咯。對。用嗎？先不用下。剝皮辣椒係你自己做的嗎？當然唔係。剝皮辣椒牛拌做誒，你唔是木狗哈。然後要該關山的剝皮辣椒。哦。花蓮那邊挺有名誒。講到花蓮最有名的是誰？地毛。地震。你旁邊這位帥哥記住了發言。甚至啦。那個他只要用油泡嘅，用炸過之後，趕快泡冰水去把那個皮弄掉，然後再放到那個醬汁裡面。嗰種係唔係調油醬啊？有調油，然後有水啊，有一些人是加硬油哦，也有。還有糖。對，還有糖。哦，蒜條麵嘅下去，調拌醬落去。冒糖和那裡是抹茶豆。可以放一點我們的丹參進去嗎？就會太引用哦。我已經很久了，不想再單身，所以沒有，你已經是節目的姐夫了。蒜白先下去。一般都講單身熱菜啊，它可以做什麼樣的料理？煮湯也係。一般來講係煮湯，煮雞湯啊，煮剝皮辣椒雞湯，咩都做的。哦。用菇雞咧就全部咩做的。哦。那真的對身體很好。方便拿來炒啦。我見呢杯拿嚟炒。你看在炒湯。對。你啊，來啲撈咧，剝皮辣椒水開。哇，精華。好，蛋肉。哦，繼續燒。哦。今日都係蓋邊用嗬。對，蓋邊用，還有奶珠，一點點來分量擺表，一點花雕酒。啊，做乜嘅要用花雕酒咯？啊，用。哦。用紹興酒未做得啦，其實。一般的米酒已經夠未做得啦。米酒未做得，唔過該香梅差一點點。對。哦。好。我攝起來。手個傾起來，我給攝一下。哦，來嘞。好的。像哎。好多奶嘞。這個題目來嘞，好，基本應該個題目，好，我們看一下，好，大概客家諺語講，來鋪給馬敵象，係指嘛該東西嘞 ？A. 認真負責 ，B. 不知變通 ，C. 缺乏安全感。來鋪給馬敵象。好，大家有想法的吧？記得先放在心裡面，因為等一下呢有答題權的先後哦。好，不然利用給女生兩個老婆。女神。猜拳好了。好，來。好。劍斗，瘦身哥你在摩拳擦掌。我是做後面機器。我不出手。你說氣功的部分嗎？加持。好，來。劍斗殺後夫。
马萨当嘞，来呀，认真负责。你看过俩几位吗？有哈，所以你弟怎么改很认真负责吗？因为他就是敷在那个给乱蛋糕，他不走，他不知道醒，就是他不走开，就是认真负责啊，就是要对那个鸡蛋负责这样子。不过弟扁痛没入口呢哦，有可能，因为现在孵蛋的方式很多嘛，不一定要自己孵嘛。老公也可以孵啊，给狗们种的。但是缺乏安全感没入口呢，我们来听听看风水喜欢写吗？你喜欢写吗？该？不知变通。哎呦，好，有可能哦。缺乏安全感，来取到狗没入口呢啊，因为盖卵他们涌出来，他想说保护它。对，到底答案是嘛？盖？好，答案是 B。简写了，风水一定要写 B 是原本的第一顺位吗？我也是。子云有想法吗？因为他不知醒嘛，然后就代表可能旁边人给他建言。然后他都没有很坚持己见啊，还没还用眼，有可能给这个其實地圖是很保暖啊，哦，他仍然給都會鋪啊，因為他不知道，他硬要，對啊，哦，答案是大概 B 啦，哦，不知變通，因為大概雞啊孵完蛋之後，人蹲在這個雞窩裡面不肯離開，那比喻就是說固執，然後不知變通。哦，但是也很認真負責啦，他做對了，很懂肉身啦。那我以後如果問那些小輩的，我就跟他說來不給馬唔地象，那時候他如果是回答第一的話，算不算正確？不算，因為佢行係有加正口誒。佢說你要講你加唔地偏土嘅話，張隊講，你來不給馬唔地象。哦，對，這種對他很認真，你突然跟他說，哇，你來不給馬唔地象，他就會生氣。因為我那個窮叫鳳窮，但是褒貶不一，對對，一個是褒，一個是貶。對，你要協到差不多咧哈，用題出完全就出來咧。大概接是都該該用地位度是到底。所以像這種酒氣要跟他走掉嗎？不用啦，掉等他，還有留一點香啊，那個酒香，留一點等他好的時陣加上去，還有加酒，就是一種基酒概念嘛。給酒加水會變什麼？給酒走在一種發掉嗎？走不行，上本啊，傷本。是咩？給酒沒需要用米酒調哎。又是邪教。紅酒牛肉你會用白酒嗎？沒總得啦。對啊。我有一次煮雞酒的時候用 whisky， 怪怪哈。對，怪怪的，真的是。你用 whisky， 你超重本的。有跟瘦身哥講嗎？他講差不多咧哈，來剝皮辣椒是蠻厲害。這剝皮辣椒我們是剁到油油哦。我本睇咧等下血下方便。好。哇，也可以暢飲下咩動針的，而且我聽是蛋白質料理。錯，你睇如果看起來唔會辣，你幾加通凍到，其實都該水下倒掉就變做湯咧。你啲味道就該用嘅寬粉、麵線粉，都啲味道。是辣椒啊，咪做啲幫助你那個代謝。對，我覺得這道菜真的懂合適加單色。飯火真的。飯火因為花椒酒。追加酒。追酒。哦，灌佛掌都會加哦。一般昨天如果是用個砂鍋，就會燒一下，改輕起來，酒就比較鬆。好，您倒起來熟咧。哇。其實豆腐卡料理懂簡單哈。對啊。其實我覺得，如果說你吃清淡一點，就在上貼個辣豆瓣醬，它味道就不會這麼鹹。主要鹹味是來自於剝皮辣椒跟辣豆瓣，它調油是一點點提色，該醬香味甜。其實剝皮辣椒我們是煮紅酒哦，不然會燜煮出的湯底吧。調釀其實冇個口感。係钵钵雞。安永去後 set 咯。應該用到你金酒吧？有
单身酒，对，哇，他很难受哎，真的不会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把单身吃掉，你就不单身了。你有啥对音色都结婚去救呀？从单身到种草莓，单身哦，哎，你好会讲哦。他的女儿可是非常重量级。对啊，今天你会那么帅，你要讲出来，来下一次，预备起。今天你会跟早上来的时候不一样。对，再一次。好，大家可能都会第一排是到钵钵鸡吧？嘿，第一排是到来，听他的品尝看看，先吃钵喽，还是先吃鸡？哦，先是哪个？熊阿轩，还是先唱歌？先做对啦。今天都係甜嘅。幾懂呢？那食糖加辣椒咯。其實剝皮辣椒跟雞肉本身就很對味。那煮蓋通嘅時只有水煮食凍冰嘅就係剝皮辣椒啊。那你可以學怎麼做？哎呀，其實都不會辣的。瘦身哥，今天不瘦身了，不忙，不減肥咧，忙着吃身啊，忙着吃。就是说，那第一摆是个剥皮辣椒要煮出来啊，第一摆这个是看过冇買啦，聽講在去花蓮、台東哦，有看冇買啊，但係看到種剝皮辣椒嘛，米絲基本上第一個米絲按嘅，蠻青嘅，係吼，咁掂啊！其實降辣嘅嘢哦，你煮下掉掉入去後，啲辣度會下降低啲，它會再降低一點點。哦，马卡做碟。還有，我超愛吃剝皮辣椒的。對，那個削蘋果的時候，你也知道要削皮厚一點。啊，因為我皮比較厚一點。好啊，大家好，知道凍好食咯。你個啊幾師傅？剥皮辣椒跟梅頭凍厚實，就切一切跟梅頭啊，讓整個那個味道更厚實了。啊，你做啲建議大家剝皮辣椒嘅花蓮名產，它做啲做咩變法？其實呢，東東人家炒東西就賣老藝術嚟煮湯啊、炒東西啊，還有你可以做涼麵嘛，凍厚實，還有兩個千島醬，你做啲老藝術嘅剝皮辣椒凍厚實，取代那個酸黃瓜。真的哦，用到沙拉底圖案呢。對，哦，這下子那個。花蓮的剝皮辣椒會大賣的，已經大賣，呢個嘢都沙氣了。好啊，我哋一下嘅選擇喺度，攞大家報告一下。計一下嗬，冷水是要得到熱款，風水得到係涼款哦。冇錯，嗰時候呢，生下來呢，最杯米館睇下強下變起來咯，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段只聽嘅題目。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兩個家家出好菜，我啷講哦，今日你風吹呢帶來一食傳，我啷講。一家之主忙食看過，哎呦，從天寶是要二個嚟到底馬計。係，來，何輝老睇下慎重嘅來小姐帶來嘅食材，邊咩武器係馬計？啊，你也單身？單身。我終於見到單身本身了。什麼什麼？而且呢，佢有這個東方維他命之稱哦。哎呦，是凍精種，是不能飲用，大家食落去馬上精神百倍。好，唔過今日要用一個單身做嘅料理菜名係乜嘅？單身雞肉時蔬。清天烤，因為其實單身最適合放在。我以為他會玩諧音梗呢。沒有，他就是很直接的把等下所有食材都講出來了。哎呀，不錯的食材啦，感覺傑威哥應該是比較實在的一個。對，摩羯座嗎？不是。OK。反正他不是油條的人就對了。好啦，最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看下攬出嚟一片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蘿蔔乾哦，蘿蔔乾啊，蘿蔔乾啦，哈。不過這個蘿蔔乾怎麼解會存在嘅秘密武器呢？呀，係我自己做的啊！哇，對啊，那這個應該是有一些時間咯。當然咯，這個唔敢講15年啦，哈，那個蘿蔔乾啦，哈，就講了2-3年就當站掉嘅啦。係啦，啊，今日有哪裡啊？蘿蔔乾哦，做嘅料理，菜名按到乜嘅咧？香蔥爆香麵，所以這個爆香麵，等下就會聽非常香咯。這個呢，好，浮誇派，等下好好的看佢哋嘅表現。水門月君要誠信冇？
有啦！尾音哥。好了，两岁都已经准备好势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好，稍开始了哦。哇，一个单身的黑 T 白看到。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之前呢去合作后面时间有看过这些东西啊，特别是男生、女生都一样。哦，你们真的要认识它。刚才有它的形状嘛，缝哎，像是心脏旁边的血管。所以动中就会舌头概念可以去补充饮食。没有，其实任何人都很好。女生对舒缓经痛好像也有，是不是？那你等下多补充哦。好，来，我认识单身。这个是浪董单身吗？哎，这可以试吃吗？这个是这个是新鲜的，这你们可以闻闻看。闻看，你们闻看这个切开的，你都懂。月亮浮浮啊。那就给你很肉菜啊！哎，这个甚至师傅，你做仔菜跟他都等于菜。对啊，应该公食菜哦，因为我应该本身不敢吃生，它会苦，可是这个不会呢。你还没吃啊？你吃有哦，真的。浮干，它会回甘。对，而且好清甜，有水分。对。刚刚有讲了，你可以给东方的维他命，都带给他引用咖车，可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有引用的匍匐地给安尼的粉色的皮蛋白，它单身它有2个特殊成分，一个叫单身酮，一个叫单酚酸。那单身酮主要就是单身的特色，它就是落在表皮粉色的体表。安尼煮没煮有，做嘛用到单身，单有粉色的意思，所以安尼看到哈，其实热出来其实会粉的。韩国的安尼粉色有冇？看到佮全部係經過後尾加工，一張變色的染色的。对，那不是染色，它是因为后加工的方式不同，所以它会变成红色。那但是出土它就是红色的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美名就是陆地上的红珊瑚。对，地上的洞球珊瑚。我做工地下煮牛美味丰丰嘛。不像辣子会用的。这是吃它的根，对不对？对。也有人吃它的叶，对不对？叶没有，目前叶没有用。对。应该懂你金酒吧？有。单身酒，对，哇，它会单身真的不会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把单身吃掉，你就不单身了。会不会一辈子就单身？不会，你把它吃掉了。对，就没事不苦了哈。但是它真的吃起来很香这是我很好奇，就是刚刚也很讶异的。对，那我们把它冷冻是因为它的细胞壁在冷冻的时候它就已经破坏了，所以它会更容易出味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用热炒的方式让它入菜。所以假设卖转来，应该要腌菜，就先捞去让冻起来。是。对啊，我问一下，因为以黑色给它给那部分，它是不是会非常珍贵？会种1这样做的采收？也要种1年，至少要1年。用马控油。有没有什么做在先了？萝卜吗？我们的蔬菜会先过油。保持颜色哈。对。等一下单身没有恐龙的狗油吗？单身安尼用煸的。好，你就可以沥出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哦，等一下给我兜正了。Hello， 来快来哦。坐的。好好奇，到底家里面是谁做菜？因为你看他。动尾猪，Q 他走了，切太幼了。伯谦，你不是要介绍他的女儿吗？哎呦，他的女儿可是非常重量级。对啊，今天你会那么帅，你要讲出来，来下一次，预备起。今天你会跟早上来的时候不一样。再一次，预备起。今天伯谦会可以上电视。跟他女儿没有关系。好了，好像应该会按4温头发这么帅，自己讲。民主牛美，没关系，大家闺秀，你要讲不讲都跟。动酱，啦。今天我们重量级的这个贵手就出自于你女儿。对啊，也是我们的彩妆。发型师，谢谢他，谢谢。不知道能不能会做这样？你都300了呀，根本也长地呢。对啊，也太低调了吧？不是，我这个有点疑问，这样切 OK 吗？我怕切到手。不会。是太薄了吧？这边漏墨了。我们这边是百叶豆腐的概念。对。你可以不落配干打红香。了解听我皮看。这味道就冲哦，它是很深沉的。基本嘅準備了，帶有個食材做嘅爆香麵，有嘛個做啲老菜加粉香嘅冇？粉香哎呀，就是秘密武器嘛，萝卜干嘛，还有爆香葱嘛，这2个就是客家的
头号料理，米头都好诶。等下会做灶的炒面，也系做烫面。炸尾卡好食。好。我甲慢人煮出来较多。早晨頭去煮，下晝頭愛煮，一餐一餐啊。你刚刚讲了，寿生哥教训走，俺不没有走，早晚都要做，好，早晚都要做。客家本色，他是吃原形。拳枪上枪，根本早晨都愛做。那嘛个戳到。唔是，我家豆我枪啊。寿生哥好像当自己的厨房哦，都知道东西在哪。哎呀，给了300耶！真的对我们节目很支持哎，这有人力宣傳嘛？有咯，他們看假嘅 FB 啊，就瘦身不粘哦。对，他每3天就会在我脸书留言一次。所以你们是密友。嘿，连友。嘿，好，可以还给导毕都比較強嘅哈。哎呦，下邊。其實我記得今日準備嘅食材哦，全部係落香又相關。對啦，不要香啊！香嘅啲人哦，而家共創社會哦，都小家庭啊嗬。你講做一隻牽強牽了1萬，變用嘅賺了哈，我看他磨汗時間哈，就用了炒飯都炒麵，按了就煮一隻湯，按了就簡單食。客家人的本色，按了全腔上腔。哦，毛子已經皮了下，等下倒轉來，再讓它現一下。好，準備一團哦。好，謝謝。雞肉下去誒，雞髀肉。這間農場有燒雞嘅冇？冇咧。冇。你有啥對認識都結婚去救呀？從單身到種草莓。單身。哦。哎，你好會講哦。差不多2、3年。然後我們現在雞肉現在煸大概5分熟。5分熟之後。你也單身嘅，它就會落去重頭戲。嘿，你要用油去煸。哦。重頭戲。那他有沒有說單身一定要碰到油比較好的問題？對，因為有脂溶性之類的。單身是脂溶性。哦。等下你看它出來，怎麼全部變紅油了，變辣椒油這樣的感覺。大家來就可以品嘗到我們的創意單身料理。這個是獨家料理，我們沒有傳授給我們的配合餐廳。哦。吃完單身就告別單身就種草莓。是。而且他一直說你很帥。對他，你見到我第二啊，怎麼會有男明星這麼帥？新人裡面的No.1。請回歸料理的內容。No.1。單身是脂溶性。哦。等下你看它出來，怎麼全部變紅油了，變辣椒油這樣的感覺。你看哪個色？哦，動好快。很讚耶。看起來很麻辣，但是不麻辣。哦。單身哈。一舉辦到一個，現在開班的行情價係多哪呀？某一天呢，它每一年看產量，看產量。就像吉亞德剛剛講的，這一塊地，他種了1年之後，他可能要輪作，你兩個地力會被給他了嘛，對不對？專業哦，又分工，因為我們又人生又不年份，總倆單身有。可能每句哦，年份越久，更加貴。可以年齡，我們是看它的營養成分，像我們都有送去檢測，然後我們的營養成分都是高於藥典的。對，它不但可以當食材，然後也可以讓生技公司收去當藥材。哇！因為安尼呀，冇種全部種1年啦，唔會種2年、3年全部都得。不過安尼嚟用有機的方式去種啊，哈，1年前後熟成就會切實。啊冇毒到嘛，該睇每一季風采，按樣都會切實。啊，唔係有毒到1年收3上之後。應該就種2年，種3年，對，越種越少，所以養啊，啲就一般就是差不多種1年，因為完全不可以用藥。可是蟲也是不是不愛吃這個？它會吃單身的蘆頭，它的根嗎？它會吃蘆頭，然後蘆頭一旦受傷，然後遭遇到雨水，它就容易染病。對，它就整根就對。而我覺得你們真的很不容易，看口技呀。人家自己創業，特別是農業冇安過，然後可以這樣獲得肯定，搶台港要多支持台灣的青農。我都很歡迎大家來農場玩，然後來參訪，因為我們是產地到餐桌，我們跟鄰近的餐廳都有配合，然後大家來就可以品嘗到我們的創意單身料理。對，而且就可以吃單身種草莓，吃完單身就種草莓，吃完單身就告別單身就種草莓，是，對，真嘅，白天種單身，晚上種草莓。很好哎，
杰威哥不要脸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因为刚刚这个蔬菜我有先过油，它的颜色会比较漂亮。然后现在就是把它下去拌。好。好，哇，把它必爆哦。我们是要过去。哎，吊很是活的呀。这个是独家料理，我们没有传授给我们的配合餐厅的。哇！一般我们安尼底的蛋神哈，主要全部拿来煮汤水，对，煮糜啊，煮鸡汤啊，排骨汤也很好。嘿，主要全部会煮汤来，东西你拿来炒。对，嘿。而且你看那个色水给讲哎，它给它单身之后，很像很入味的感觉，安内。好，太好了，等一下过来拼手喽。好。还有挑油。哇，两片面差不多会好嘞。哦，面上落去哈。对。那还有面吗？炒油面。寿生哥是怎么样保持这个随时按防疫嘞？哦，阳光的事我都很喜欢分享，所以他就阳光男孩。相由心生了。魔鬼地老小婷告斗安华，你看打白赵鑫的期间，我们都很累的时候，小婷会放轻音乐，不陪你谈。你懂不懂？而且他一直说你很帅。对他一见到我第二啊，怎么会有男明星这么帅？所有的老电视台之外的新人里面的 No.1。请回归料理的内容。No.1。不能那么明显，请回归料理的内容。是No.1。你看我开心的时候，我还在唱歌呢。大步走过呢。对，副调滚动琼瑶。好，韩狗，这个适不适合尬头油狗？一点点，不要太咸啊。你等下他就啊好。伯谦，你记不记得他们上菜的时候，就是被你指使加一些东西，后来出状况？摸。有啊，你也说要不要加什么东西啊？你记得吗？上次是赢的吧？对啊。上次啊，我差一点点就赢了。但是我要礼让，差一名就赢，因为我在那个圆楼啊得到第1名了，第2次总是要让贤嘛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要摆嘞？你敢办啊？随便。我相由心生哦，开心就好了。上次我回去说，哎，好多朋友说，哎呀，俺当初对天师团看到你呢。哇，中两神。我俺傻逼哈，懂听。哎呀，这副调服我干吗？好，来干。来。好，来。差不多数米，我们就去倒数哦。好。天草马上来倒3、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米一罐，来不开米是卡惨掉喽。哇，好亮足呢！你看又有肉又有面，也还懂货给组合，好不好？肚后呢是宫保情色和民做出来爱的料理，现在最捧色的人听他吃这个，成功爱的鼓励的，也可以。好，来，是推荐后就做的告别单身，这个就是单身。聊峰峰觉得单身。你虽然哈，它是根部，你说很 sticky 的呢，不会觉得说它给纤维像是牛蒡一样那么粗，它其实很嫩。那它鸭丝对那个香气是它的味道吗？对，没有再做其他调味，我只有盐巴调味而已。其实都哈，小妈木也是直接给我转干。那个甘甜味好好吃，好特别哦。我好喜欢哦，这样吃起来就免除了大家对人生又苦又涩的印象。我们的完全不会。然后后面会是甘甜，全部都要吃完才能告别单身。你看小戴师傅吃多干净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一位已经迫不及待把他的端起来了啊！对呢，还有瘦身很高。来试试看那两水耶，刚刚讲呀，还麻干面。香葱爆香面，你赌火电机选东西也是点问题。完全很爆香啊！懂就它干面耶。对，我觉得它拿俏蜜粉的那种香气，那种味道，跟那种给批泡一条哈，可以下面可以上面左边做，可以包粽子啊，包粽子，对，牛料，就学姜块，很有，它很饿。它很有客家的特色，就是虾米的跟香菇的爆香。对。哎，我起都讲哦，你都要改单身，就得用个油葱的油面，看下要煸，然后叫看下个面，它会觉得丰色，它电到它那好款，其实可以结合，对，真的好吃，对这个真的好吃。因为记得吼，当种系油面，所以它每一个食材都体现了该菜苗按的爆香。哎，对，超。你还神奇还记得？好，来公布一下，目前嘅选择咯，老大家回顾一下。
风水得到係2分，蓝水得到係1分，不過最尾嘅結果係用班嚟搶款師傅拼負了。有請師傅風水搶本書。哎呦，因為本啊，係冇本也係，乜嘅意思？啊，你真出了呢！哇，滿分！蓝水嘅壓力動態哦，好，來看一下。你舉在參加，也有可能他們有伸出4的那種牌子，也有可能。哪裡來的？沒有3張嘅牌子而已。好，來看一下蓝水得到幾多分呢？哦，未動過分。未動過分啊，6分。風水係6分。哦，風水剛咧。先請生之師傅來講評。好，本了嘅風水分數嘅哦，佢嘅每套做到當好，佢嘅雞肉啊，還有嘅蔬菜有些火鍋啊，哦，佢嘅甜味那種釋放出來，還有那個丹參嘅味道，哦，有點甘回甜，哦，香氣整個就會出來，哦，整個羨慕那種香，當好食。真的。啊，南水條片個香菇就有飆到，每套就有出來，啊，唔過做啲老啲嘅麵都會燙一下。講佢嘅澱粉質嘅焦甜咧，哦，有炒啲中就當好炒咧。哦，澱粉質會跑掉。不用較多水的，較多水啊，用去炒啊，佢就好較好辣。冇不用按多水，來講那個水收不乾淨。好，羨慕。唔會，好，小戴師傅。風水因為該單身梅頭真是當鐵片，該蔬菜又破果，食未當醬，所以風水分數嘛當高。啊，咱推兩片呢，真是當香。佢創嘅梅香菇嘅梅全當咗，啊，不過面炒毛條，哦，所以從甚至師傅講強咯，做啲先同一下，那過嚟炒。對，坦白哈，那就讓那個小婷說，他們兩個以後妝髮弄隨便就好。好啦，不過用嘅呢，今日嘅比賽呢告一個段落，馬上就來頒獎咯。耶！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哈，你節目經理同學看頭前有那個小林各位挑戰呀的話哈，還有知識大考驗，韓國最本命嘅處女太空人，然下風水得到8分，藍水得到6分，先來恭喜風水得到3000元嘅加菜機，恭喜！好，咁個藍水咪非常厲害哦，記得得到嘅獎品特別厲害，按照盔甲不鏽鋼道具組、不鏽鋼消毒刀座2組全部送本機掉。恭喜！哦，小夢，恭喜！那真係希望咧。好，先來談看風水，一擺來參加嘅心得，來睇下分享一下。首先感謝各位哈，本來得到一個機會，啊，你做得拿單身嘛，用好嘅東西哈，介紹問大家。咩搞他家用來對料理開始已經是單身，你很開心呢，是，你懂，因為他鏡頭之外看到我吃很多。對，因為我們栽種有機丹參已經7年了，但是還是鮮少的國人知道這件事情，所以我們也很高興大家邀請我們來做一些推廣啊，還有參賽這樣子，然後歡迎大家多多來我們桃園走一走，然後來遊玩吃了單身不單身。太強，你擺咗一行也行場，好，恭喜你的，謝謝。好，撒下來我攞小蓮阿姐嗬，讓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參加嘅感受咯。非常高興，我們雖然這個敗家陣來，但是輸了心服口服。對，你都冇失敗，因為大家兩下很記得首先哪個場街跳過。哦，真嘅咯，太普調。係啦，參加鐵3拜，人生冇當到鐵3拜哈。但係1拜、2拜、3拜，還是終有一拜天命。下次還可以找小婷跳下咯。對，小婷，係啦，恭喜啊！你看，來到一家自主哦，做得演示咯新嘅食材、紅肉菜，還做得來表演一家，譬如講因為唱歌啊，又係其他嘅專場，歡迎所有多才多藝嘅好朋友同下來報名參加一家自主哦。冇唔錯，不過喺天命啊，天呢命呢，只要你願意來參加，就會最好嘅機會來分享任務卡，愛嘅料理，一家之主歡迎你跳下來打鬥戲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